天是复活节，基督已经复活了。好像保罗跟我们说，要是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的信、我们的信仰、我们信心，也就是谎言了。今天是复活节，好像我刚才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上个礼拜的时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我们基督徒这个复活节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复活节这个逾越节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学到这个逾越节，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400多年，他们做劳工，他们苦苦的在那里做这个奴隶，所以他们要求神拯救他们，神耶和华听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祷告，所以呼召摩西来拯救他们。神就派摩西去把10个灾害给这个埃及人。我们从这个灾害里面，就来让法老王释放这个以色列人。我们从10个灾害里面学到很多不同的功课，就是神的权柄、神的信息。神一方面来惩罚法老，他跟他的国民，让他们受苦；另外，同样在这个抚琴里面，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拯救。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里面，我们同样的感受到不同的困难，我们不同的困苦。不过这些东西都是来提醒我们，就是在这些灾害的背后，我们还是要盼望的。当我们来信服耶和华的时候，盼望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来释放他的子民。好，下一遍，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用10个灾难让法老来释放神的子民。我们看到每一个的里面，从第1到第9个都是这样子。法老他好了，听到这个摩西跟他讲的神要给他们的灾难的时候，他就说：“好，我让你的子民离开埃及。”不过讲完之后，他又变他的决定，他决心的啊、让他心硬不让这个神的子民离开这个埃及地。1次、2次、3次的9次都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研究这10个灾难的时候，前面的我们看到这个法老都是自己心硬，不愿意把神的子民释放出来。都到最后的几个的这个灾难的时候，神把他的信更加的演化出来，让他不放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不要像这个法老一样，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相信神，不相信神，我们的心很硬神要改造我们，我们不听他心灵的感动，1次再次的我们拒绝圣灵的感动，可能到有一天我们看到自己，神也不要改变我们，神也要让我们的心硬起来。不要，我希望我们不要好像这个法老一样，我们这样子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
耶和华差派摩西到法老的当中，呼唤他要把以色列人释放，回到他们的老家啊迦南的这个地方。到第9个灾难，这个法老也是这样子的，去了你们可以去了，一气再次的改变他的主意。所以耶和华说：“我要把第10个的灾难放在他们的当中。”那之后，他就必定的把以色列民释放。在第9个之后，耶和华就跟摩西说：这在你们要准备第10个灾难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子做。我们从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这个起头的时候起源，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3到14节，圣经对我们这样子说：摩西对他的子民神吩咐摩西跟他的子民这样子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10的时候，个人要按着夫家捶羊羔，一家一节。要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节羊羔，本人就要和他个别的邻居共取一节。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跟饭量计算，要没有产子1岁的公羊羔，你们从绵羊那里取，从山羊那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王分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捶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跟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血，用火烤了，用鱼母烤饼跟腐菜同吃，不可吃生的，顿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在早晨，留到早晨，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要腰杆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桨，赶赶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全行有基底，把由埃及的一切头上的，无论是人的出生，是到击杀了，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是要你们所住在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上的时候，这样也不轮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戒，走回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个是神的说话，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要教导他的子民，在第10个灾难临到之前，你们要预备的。我们通常都是用不同的东西来洗净我们肮脏的东西，好像我们在家里面每天做饭之后太太做饭，通常都是丈夫来做这个食物还盘的。肮脏的环盘要怎么样去清洗啊？当然，我们看到用这个，我们广东人说这个清洁剂，对吗？这个是使盘换的，使完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肮脏的都变成漂亮、清洁了，是可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清洁的这个盘环来吃饭。男的我们喜欢这个弄机器的弄切的现在很多人都是把肮脏的车换油的时候把车子带到这个车库里面，让人家跟你换。我记得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还是
念书钱不多，所以自己来把这个换油的都是自己来做的。每一次弄完的时候，手都是非常肮脏的。我们可不可以用10万盘的清洁机来使这个切的油呢？不可以呀，一定要用自己切油的清洁机来使这个清理这个肮脏的。看到肮脏的在左边，清洁的在右边，两个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应当用的清洁剂来清洗不同的肮脏的地方那再来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肮脏的窗这个 window，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人家把我们的车子的window 这个玻璃这些死我，对吗？玻璃的时候，琉璃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呢？用不同的清洁剂来使我们的这个玻璃洗干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多漂亮了，对吗？不同肮脏的都是用不同的清洁剂来清洗的。那下一个我们看到人的罪是怎么样呢？可以用洗盘碗的吗？我们看到这个可不可以使我们的罪？再下一个，使切子的这个油的可以吗？不行。这个洗玻璃琉璃的可以吗？不行的。使我们干净的罪的一定要怎么样？圣经跟我们说，就是用血，就是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你们的门框的时候，死亡人临到你们当中的时候，这个死亡就越过你们，让你们一家的得到平安。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羊只要没有缺憾的，要1岁的1年大的这个羊羔。不过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背后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耶稣基督。Christ，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好像因为圣经跟我们说，在希伯来书这样子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约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要是要清理我们的罪的时候，只有流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没有其他的。我们看见在过去里面，在旧约，在现在里面，为什么以色列人还是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当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受统治，他们在埃及里面做奴隶，他们希望有一个在政治、在quân事里面来释放他们做奴隶这个情况。来到耶稣的时候，同样的，虽然他们不再在这个埃及里面做奴隶，他们还是在罗马这个帝国里面管制他们，所以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就是带来给他们从政治、从经济、从军事里面来打坏他们，这些都是短暂的。要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能够把他们从罗马的帝国拯救出来，之后1年、2年、3年、100年之后，可能以色列人还是在别人的控制下来生存。耶稣跟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不是1天、2天、10年、100年，是我们永恒，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怎么样把我们的罪洗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能带给我的。3000多年前，我们看到耶稣这个逾越节是羔羊的血来保护他们，
现在2000年之后，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好像约翰这样子说：“看啊，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是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觉得哎呀很好了，1年多了，我们受到这个灾难，在我们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里面很长很长的时间，现在有疫苗来打进给我们疫苗，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我们已经打进了，我们还是要小心。就是打疫苗，就是我们打2次疫苗的时候，我们保护的机会还是只有95啊，不代表完完全全的没有病。我们可能这个疫苗可能保护我们从这个新冠这个病毒，不代表什么病也没有，也不代表我们不会面对死亡。这个疫苗只是暂时的保护我们从这个新冠病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现在很困难呢，我们求神帮助，这个就是暂时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永恒的。大家也听过我的师母，我的太太有这个癌症，啊，当他发现有这个癌症的时候，有很多好的朋友弟兄姐妹把不同的资料送过给我们，其中一个叫师母吃这个芦荟，这个 asparagus，他们说这个芦荟啊，它可以抑制这个癌症，所以我对这个芦荟这个 asparagus 很有兴趣，我想自己来种了，因为这个芦荟也蛮贵的，对吧？我才发现，我们种菜、种花、种不同的植物的时候，有不同的发种啊，有一些是1年的每一年我们都要撒种，要从新的开始来种这个花，种这个植物，也有一些植物是每年冬天过去了，夏天、春天、夏天的时候要再生出来，不要再种了。芦荟很奇怪的，要是我们小心的来种这个芦荟的时候，这一棵芦荟虽然冬天死了，春天来的时候它又再开这个芦荟，它这个芦荟这一波的芦荟可以长到15到20年都可以收这个收成，所以神为我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不单只是每年都要宰羊羔，好像旧约的时候，我们到现在里面以色列人，当他们来纪念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每一年都要宰这个羊羔，因为他们在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就是每一年都要宰这个羔羊。不过耶稣跟我们说，好像在希伯来书第9章第11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降幕，不是人手所做，也不是所束缚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赡养跟有毒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是今日信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一次的死，就永远的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了，不用再来宰这个羊羔，好像芦荟一样。这个芦荟可能给我们15到20年的收成，不过都是要过去。基督的牺牲，他的死，一次的死亡，再带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永远的这个救恩。今天是复活节，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不要不用再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钉十字架，不用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在坟墓
坟墓里面，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要为到基督已经从死里面成就了我们救恩，把我们的罪洗干净的时候，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耶和华。基督已经复活了。我记得有一首歌，这个歌叫《在花园里》。这个歌，这个作者是摩尔斯啊，Austin Miles 啊，中文叫摩尔斯。他在啊1868年到1946年的时候住在美国。他本来是一个药剂师，一个 pharmacist。那他不做这个 pharmacist，就这个药剂师，他觉得神给他的天赋是要用写作这个生诗来荣耀神，所以他离开1892年的时候就离开他这个基业，在全身的来投入在写这个生诗里面有37年的时候。有一次在1912年的时候，这个莫伊斯他在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在这个房间就拿到有一本圣经，他打开来看，他就打开约翰福音第20章。在第20章里面记载到，这个玛利亚，她在耶稣钉十字架放在坟墓之后，第3天早晨的时候，就跑到这个坟墓里面，要看看可以有什么可以做。去到这个坟墓的时候，看见坟墓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看进里面的时候，耶稣的身体不在了。他很慌张，他很糟糕，他说怎么办呢？耶稣必定的身体不在了，怎么办？他在这个时候就很惊慌，就看来看去，发现有一个人跟他讲说话，他以为是天使。之后他发现跟他说话的就是复活的主耶稣，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来在这个花园里面来跳舞唱歌。那这个莫伊斯在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同样的感受到好像圣经跟他讲说话。他说玛利亚当2000年的这个感受，不单只是应该是他自己拥有的，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感动，这个感受，我们应该很高兴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不在这个坟墓里面，已经复活了。我们应该好像玛利亚这样子高兴的啊，兴奋的来赞美主。所以他写了一个诗，然后之后回到家里面，把这个诗做了一个歌放在一起。所以这个莫伊斯在一生里面，他做了差不多400首这个圣诗，其中的就是这个在花园里是比较有名的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个诗歌。玫瑰花上有金
这个诗歌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去到这个空的坟墓里面，他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啊！我们一起来啊，到我们的星唱这个项目里边，下一个我们来纪念主。这个耶稣在定十字架之前，他建立这个圣餐。我们现在基督徒信教，我们叫这个圣餐。当年的时候，耶稣跟他门徒来吃这个逾越节的餐，在吃这个逾越节的餐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饼、这个杯举起来，跟他们说，在过年多前书第11章，保罗这样子跟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人是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杯、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回来。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图文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让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义用的饮食，旨意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免流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圣餐。好像刚才我说，保罗教导我们，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摸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饭后，耶稣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再来一个祷告，之后有一个祝福。感谢主，你幸福在天父的旨意下，让他的拯救的计划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死，透过你的复活，把救恩带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这是我们所听到、所接纳的福音。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要面对在这个新冠这个疫情下，能够得到主你的保守。圣经彼得也跟我们这样子说：因基督也要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
按着入题来说，他必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阿门。感谢主。